你找把火铳，练练瞄准。你手稳，是好苗子。保护范闲是个秘密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买了把火铳。对呀。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己有兴趣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我们见过。五竹叔，你找我哥？我找你。找我？对。现在所有人都在那个大房间里听范闲讲话，时机正好。要不是你带我来这儿，我还不知道别院有这么个地方。我之前在这里住，所以很熟悉。你这次来怎么不找我哥？你怕死吗？当然怕。若为范闲呢？我哥怎么了？要你保护他。我哥有危险。或许有人要杀他。那没事的，我哥身手可厉害了。再说他有护卫。都没用，不够强。人可不少。再多也是一样。这么强，到底是谁要杀他？我。等一下，你让我理理。按你方才所说，你是说你在江南失忆，杀人无数？差不多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杀人的不是你？有可能。那就没事了。如若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战力也该与我相近。冒昧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战力？能打大宗师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雾竹叔，我没练过武。我知道。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抵挡大宗师？人改变世界，靠什么？勇气、智慧、美貌。还有工具。这是留给我哥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是我拿出来的。偷的？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再相信，我需要找一个人替我保护范闲。这里面的东西能伤害大宗师？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。三大房里到底有什么？连这都能修？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。江南总是要去的，我娘的产业，我得替她拿回来。当初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放一起啊？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？小姐把这留给你，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它。为什么？
当神庙改变命运，未来亦将留下烙印。这句是真没听懂。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，未来岁月，你终将去往神庙。这有点过于违心了。我等你到江南，到那时，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。用这个对付大宗师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未必。什么意思？有这个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。没错。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我像正常人吗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。那不成了妖怪？差不多。没锁吗？之前有，已经开了。这怎么用？缺少一根主件，把它们拼合起来才是全貌。主件拼合起来，怎么感觉像是火铳？我就说火铳不行的，既费事又瞄不准，比不上弓箭，伤不了大宗师。可以。世上还有这种火铳？不一样，小姐带出来的。哪儿带出来的？神庙。神庙带出来的，还会缺主件？毁了。被谁毁了？这个你不用知道，你需要做的就是用它做好准备，保护范闲。然后呢？你能把它修好？不是我修。保护范闲是个秘密。我不说。包括我哥吗？是的。为什么选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我哥。这就是理由。哎，就这么走了？什么呀？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说拿一看看。是不是给京都传信的？山上的事儿，得让京都的人知道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？那买不买库寨自己还说了不算。无根之木，岂能立足？你的意思，他们背后都有根？废话。那我把它放了。你这就不许拉他了啊！你这。范司者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上台说话。那可不，姐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范闲那套啊，厉害归厉害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得这么想啊，我要是都没听说过，那帮商贾们能懂吗？啊，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，什么国运吧，又财富吧，那些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，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：皇室。你还得意起来？那不该我得意吗？说得意吧，其实还欠点什么，反倒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本来以为啊，把皇上一搬出来，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。那可是你说，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，怎么了？库寨这事儿前所未有，我怕他万一，他要是触犯国法可怎么办呀？那没事儿。那就好。下半场是你说的，军务戏言也是你讲的。要真出了事儿，拿你交差不就完了？啊！还
不能憋着这个了吧？我可是帮他呀！哎呀，我这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。对，肯定不会。库债嘛，怎么能算犯法呢？当然算了。什么库债？我大清立国以来，从未听过此种事物。这逆子，胆大包天，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，属实荒唐，国法难容。正所谓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要我说，先把范闲押回来，然后我这尚书也抹掉。家风不正，没脸做官，回儋州养老算了。沈院长，别睡了。你在发火，喊我做什么呀？库债这事儿，你总得有个看法。我看不了。瞎了。内库财权不在监察院的监管之内，管不了。没说内库，说库债。听不信？没听过。确实新鲜。库债一事，自古就未听过。依照大清的律法，也没有库债这一条啊。可若是治罪下来，也无法可依呀。这新鲜事儿，二哥怎么看呀？回太子的话，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，没陛下召唤，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提善论朝政了。哎，说说无妨。无法可依，无理可循，但凭圣才而已。诸位都到了，请随我来。哎，陛下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你带我们去哪儿？后花园。深更半夜后宫花园，做什么？班花。侯公公，哎，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？范大人，老奴有天大的胆儿，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呀。这是闹的哪一出？啊，就是班花儿。就咱们几个人吗？那下人呢？陛下早就有旨意，这一片儿啊，不许宫内下人靠近。哎，范大人，您辛苦。这赏菊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，之前都是在悬空庙吧？确实如此啊。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，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啊？陛下喜欢啊。陛下是想告诉我们，这赏菊大会啊，他很重视。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？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。改期了，啊？改到何时？就在近日。改的什么日子，还要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。啊？
这赏菊大会为何要等范闲回来呀？陛下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，陛下重视赏菊大会，但何时召开，要等范闲回京都。殿下，您说的没错。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，赏菊大会重要，范闲更重要。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？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，这么大个箱子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？箱子里是什么？神庙里的东西。神庙里带出来的，神兵利器吗？如果佩奇确实是绝世神兵，缺东西，主体没了，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一个箱子，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它是什么。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。谁？大人，那儿有人。好身手，我都没察觉。走啊，收好板儿。是。师，哎呦，金统领，哎，你们不是回营了吗？黑旗军令守在苍山，保护提司。影子，王启年挺警觉啊，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，你们跟这儿团建呢？何谓团建？我们家新词儿多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老师啊，您怎么来苍山了？不是你在这儿吗？小范大人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你在我门口偷听。我觉得是武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他一直暗中跟着你，就是想跟武大人交个手。小范大人，你得了武大人的亲传，我们两个交手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别动啊，动我就毒死你。那没事了是吧？啊，应该是没事了。走，就当我们不存在。那，你也当我不存在。神神秘秘的。走吧，老师，都到苍山了，上我那儿吃宵夜去。哦，错了，这边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，凶犯到了京都之后，又找不着人了。两种可能，要么就是武大人，那另一种可能呢？有人把这个凶犯在京都给藏起来了，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。当然，有这般手段，京都能有几个呢？不是，这也是线索。来苍山陪你待几天，这案子透着诡异，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。我本来想有了结果之后再见你，我在暗处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媳妇那肺痨啊，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了。回去之后呢，一天一粒，药吃完了，病根就除了。百年好合，陛下想看，我也想看。要不您告老吧，
我养你。胡说八道！我认真的。行了，大宗师隐藏在京都，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，我寝食难安。不是，哎呀，别唠唠叨叨吧，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。长大了，我教他用毒。回去了。那您答应我，别玩命。放心，我比你怕死。五竹鼠，箱子是你拿了？跟我来。你一直坐在这儿就没人发现你？也是。你是谁呀？说。影子好像对你很感兴趣，一直想跟你交手。没兴趣。说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这里边有东西。小姐当年苍山住过。我娘藏的，本来该毁了，就像这箱子。这是我娘亲自毁的，为什么？遵循法则，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。谁的法则？神庙的？应该是。应该？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全毁了？他又为什么留下这3个？超越时代的物品，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。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错误。错误？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所以我那些记忆，难道是来自神庙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复述。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，修好它，你拥有扭转命运的3次机会。怎么修？去江南，去3大坊。这3大坊就是内库的根基。这谁不知道？
内部前生根基就是三大房。往年那些新奇货物，都是从江南出来的。我问你们，三大房如今在谁手里啊？当然是江南的名家呀。名家向来以长公主马首是瞻，他们真能把三大房交出去？名家即便是富甲江南，也不能抗旨吧？抗旨是肯定不会。交什么？怎么交？这都是讲究。你我都是做买卖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么来说，范闲接管内库，前景不明啊。没错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。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，他将来拿什么还呢？所言极是，绝对不买。那咱们睡一觉就走。谁买谁是王八。对，谁买谁王八。王八，来。撤！宫内传出消息，陛下要范闲回京都共赴赏菊大会。负债的事，陛下没提。哎呦，你听说了吗？赏菊大会的事。赏菊大会无关政事，邓范闲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。对，没错。诗词歌赋、雕虫小技而已嘛，他终归担不起内库的大任呐。对。您这是？我得去个茅房。我呀，早上起来得遛个弯儿。哎，请便。回见。哦，对，这。哎，你不是去散步了吗？这是你们家茅房啊？嘿，我也佩服你，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？小范大人，刚才赏我的饭粮一定给我留着啊！我现在就回去取钱啊，今日就能返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昨天怎么说的？这王八，这个，哎，这王八，他买到库债了。告辞。行了，擦手。哥，我怎么感觉这数不对呀？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，回家取了吧？我粗略的算了算，都不止2000多万两。数量有限，又有溢价，这都能卖完，多亏了你。内库债权都分出去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说到底，他们选择买库债，还是因为陛下要我赏花。陛下荣恩，前景无量，选择债务共担，这样一来，可以说，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。是，也算是一种投资嘛。只是，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，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国运与货币相连，这说明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。哥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，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？好像还有别的联系。啊，这些商贾们因为陛下器重你，所以选择相信库寨，相信内库的前景。所以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光是你，看重的是皇上，看重的是皇室的信用，是庆国的信用。没错，金银数量终究有限，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。对，不光是庆国，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。国家信用是财富，是货币的基础。那这之间缺什么呢？货币、信用。咱们出去，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。货币、财富、信用、财富。货币、信用。思哲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了新的世界。这小子啊，在商贾之术上还真是个天才。你俩都是。不一样，我有另外的技艺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。如果我俩交换，最起码在商贾之术上，我没他这悟性。这一点上，他比我强。那是好事啊。婉儿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。那是当然，陛下还等你回去赏菊大会呢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最后成事，还是他一句话。天子嘛，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中心。等赏花大会结束，咱们一起去江南吧。我也去。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3大坊，时至今日，仍是内库的根基。这些都是她留在世上的痕迹。我想，我应该和你一起看。那国家信用连结着货币，那平衡这两者，得需要一个铺子呀。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。那这种铺子该叫什么呢？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？你要敢打扰他们，小心我给你下毒。哎，你说，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？哎呀，他出现不出现，切什么磋呀？你不是他对手。胜负不重要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怎会不懂？我不是练武之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他的老师。那你把他当徒弟，还是当儿子？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，我先回京都，你多加小心。如果武处真的是凶手，天下没有人能活命。
徒弟还是儿子，不都一样？怎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思哲呢？他最近恍恍惚惚的。啊，他来了。哥，姐，来了，该走了。是该走了，都在等你了。不是姐，我那意思，我该去北齐了。去北齐啊？我跟哥都商量好了，娘也同意了。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？我想来着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什么国家信用啊、货币基础啊，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。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，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它必须开在北齐。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，百业待兴，正是好机会。我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铺子前所未有，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。往小了说啊，咱就挣点钱；要是往大了说，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。名字想好了吗？想了，哎，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。你看啊，那个卖米的叫米行，卖布的那叫布行。咱这个跟钱有关系，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，太粗俗了。钱它不就是银子吗？所以就叫饭行。那你提银子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，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，青史留名。名字可以再斟酌。那饭行不好，那要不叫闲行、弱行、折行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。哎呦，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这就叫做人生目标。对，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。大人，是禁卫。这就是赌我来的。黑旗候命，随时可以冲阵。哎，别，这可是禁卫，天子之师。不用担心，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，绝不会输。我担心的是这个嘛。老王的意思啊，冲禁卫可是重罪。院长交代，苍山一行受提司调遣，黑旗只遵军令。哎，来人了啊！这位不也是熟人吗？小范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公统领值守大内，今儿怎么出城了？陛下有旨，出宫办差。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。怎么着？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？陛下之意，还请小范大人同行。我才刚下苍山就找过来了，消息这么灵通。在下只懂听旨，其他的真不明白。那怎么说？公统领带个路，我们后面跟着。不必劳师动众，只需小范大人一人足矣。说是旨意，有圣旨吗？
这么小？陛下口谕，该省要省。咱们这陛下呀，还真是勤俭节约。小范大人，请。小范大人，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。鉴于山崖悬空而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悬空庙。这是庆国最早的遗作，据说，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。虽说，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，可只有真正的神庙，才是与众不同。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。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。当然。不然叫什么人间啊？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，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。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陛下说了，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。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？在下不知，都是领旨行事。每3年一次，已成了惯例。要是有人图谋不轨，这就是机会。那自然是层层严防，滴水不漏。早年还有刺客，这些年没有，这里行刺比京都还难。这些是？他们都是悬空庙的工匠，向来如此。赏花大会之前，他们都要撤走，确保赏花当日没有闲杂人等。赏花之后，他们还要回来。
不用管他们，我们上去。怎么都用铁链捆着？皇室重地，多加小心，总没有错。小范大人，就这儿了。这些工匠能回家吗？小范大人，说笑了。 3年赏一次花，就把这些人一辈子困在这儿了。事关陛下安危，总得有人受罪。小范大人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事了，先把差事办好吧。陛下说了，小范大人这盆要放在这边。就这差事，咱们这就回京都了。这上面有人吗？没有啊，工匠走后，如今就是一座空庙。你看到其他人了？刚听到这上面有动静，脚步声，不算，就是足尖轻踩的声音。这也没有地方藏人呢，会不会是飞鸟停留？也有可能。 放心吧，我们走后，就是禁军入场，必定会上上下下彻查一遍，不会有任何隐瞒。好景色。皇室每3年赏菊大会都在此处，就为了这般景色。 3年前，我还不在京都。 小范大人容生之素，古之罕有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好。大人内息有些混乱。没事儿，我这功法有时不受控制，已经没事了。大人功法在下不便多问。 但内息混乱，总之不是好事。该问问你的授业恩师。没人教，我自学的。这能自学？说句实话，小范大人，陛下对你真是没得说。赏花大会等一个“臣”字，
在下闻所未闻，小范大人前途无量。公统领客气了。未来可期，更要保重身体。功法的事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多谢关心。小范大人未来可期，在下也想攀攀高枝。得，我又赢了。尝尝，尝尝。啊，你不是姐，你这不够嘞。输光了，不是，咱亲姐弟咱也得明算账啊。没钱了。不能玩了，再玩也没钱了。嫂子，你来吧，我让贤。还让贤？谁来都一样。来来来。媳妇，快！为什么锁着我呀？给我松开！聋了？小心我毒死你！我毒死你们！这里可都是你的人啊！毒死了，舍得吗？院长，您甭管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子呢？这是我下的令，别难为他们了。您要惯我？趁热吃。为何管我？吃吧。是武大人对我动的手？这个年纪啊，吃饭行事都要有节制了。这回回京都，我只办一件事儿，追拿凶犯。可是我有点不明白啊。江南这个凶犯已经查到了行踪，回到京都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监察院也查不出线索来。是什么人在背后保护他呢？下回想吃什么，提前告诉我吧。院长，啊，您要干什么呀？给你送饭呢。嫂子，您这也不像头一次玩的呀。以前生病不能出门，总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东西玩。
咱继续。这是怎么了？范思哲一早回来，去跟爹道别，说是要北上。所以现在是想走之前再玩一次牌九。不是他提的，是爹。爹主动说要玩牌九。嗯。爹这是不想让思哲走啊。难怪，爹银子准备的这么足，一直输，一直逃。原来不是想玩牌九，是想留住他。真心实意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就想把人留在牌桌上。那是姨娘为什么劝他走？这点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我想，姨娘呢，也是想尝试着放手，让思哲能够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和历练。其次呢，最近京都许多风波都是因我而起。这个时候让思哲离开京都，未尝也不是一种保护。爹，我看牌也都发完了，要不就算了，这再玩下去天都黑了。天黑就吃饭，吃完再继续啊。饭也别吃了，我还得赶路呢。不着急走，早晚得走啊。磨练过了。哎呀，就够了。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就让他去吧。那这样，爹，一局定胜负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就走。得，那您二老这又出局了。那这场还是得看咱俩。怎么个说法？刚不说了吗？我就玩这一把，这把我要输了，我可就走了。你输了你就走，那赢了，是不是还继续？那咱先赢了再说呗。而且赢了也没法玩了，你几位也没银子了。对，你这玩物丧志了。上次离开是为了避祸，现在没必要了啊。你这次回来确实长大了不少。我跟您说实话，我之前挣钱呢，是为了给您看的。我就是怕您觉得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儿子，我就想着能让您骄傲一把，我就想着干点什么能让您看见。我看见了。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，这次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想在北齐开一个前所未有的铺子，想让北齐的国运和财富相连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其实是想追逐我自己的梦想。思哲是真长大了。好吧，就照你说的，一局定输赢，输光换人。爹，我是应该输还是应该赢啊？哎，嫂子，你这不尊重对手了？你这赢跟输是你说的算了吗？这我就赢了。行。这我就输了。嫂子，你能再来一遍吗？这。哎呦，
嫂子这是戏法儿，你这是？以前生病的时候，自己跟自己玩，练多手就快了。嚯，这咱们刚才算开了眼了，这是。那我到底是该赢还是输啊？天下没有不散的赌局。爹，娘，春儿走了。爹和娘就拜托你们了。去吧。哥，我嫂子那招，我回来你让她教我啊。别干！什么情况？哎，大爷，怎么堵成这样？您坐里边吧，这外边灰大呀。怎么这么多车啊？这京都的大小官员呀，这会儿都赶着出城往悬空庙去呢。这平时上朝也没见这么多人啊。上朝的时候，那是分等级的啊。这低级官员呀，都没资格去上朝。而这上朝的官员吧，有些也都走着，他不坐车，路上啊正好还能吃个早点。可是这要去悬空庙啊，大小官员都得坐车，所以就挤成这样了。上朝不是都有资格，赏花就都能去了？天下同乐嘛，当官的都能去。这话说的，天下都是当官的，老百姓呢？老百姓当然就不能去了。天下同乐，草民不算。有这当官的呀，替他们乐，连乐都得别人替吗？要不怎么叫父母官呢？这操心的事儿啊，太多了。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。别羡慕了，咱们走咱们的。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范闲范大人例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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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。嘿，这3品以上的路啊，我就是痛快。为什么我例外啊？陛下信众呗。不可能，
要是依陛下的脾气，这会儿肯定让我跟官道上堵着呢。快，这朝着不对啊！对，大人别慌啊！有危险，我先撤了啊。我轻功好啊，求援方便呀。那我谢谢你啊。应该的。小范大人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叶仲。京都守备，您是叶灵儿的父亲。赏花那天谁负责护卫？自然是叶师兄了。叶师兄，就是叶仲，叶大人。京都守备叶仲，他是你师兄？亲师兄。我家师弟跟小范大人交过手啊，不算交手，就过了一招。小虐常夸小范大人身手不凡，不敢当。你跟我师弟过招，跟我女儿过招，不跟我过招，那岂不是瞧不起我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就一招。不错呀，错，有酒品没？能过招。啊，真是后浪推前浪啊！撤。叶大人专门找我，就是为了试一招。借一个。你，啊，一边待着去。啊。范大人，今日悬空庙，麻烦您多照看些。什么意思？陛下有旨，我等禁卫不得打扰赏花兴致，所以悬空庙方圆数里戒备森严，反而悬空庙内只有宫内守卫把守，人手不够啊。叶大人是觉得会有刺客啊？那倒不会，就是心虚。那叶大人何不亲自过去镇守？我必须去啊，但是人手还是太少。为什么找我？赏花群臣中能打的只有小范大人您了。洪自祥洪公公不去吗？那只有皇上知道，我也不好问呢。宫典宫统领呢？如果师弟还在，那就不必麻烦范大人了。叶大人，咱俩头回见吧？叶某任京都守备，掌城防军务。如果范大人不谋逆，咱俩见面的机会不多。那你就没想过，万一我不答应呢？想过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听说小范大人欠债，一点心意。啊，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，记得还我啊。还你？那没有意外不还我吗？叶大人干这种事儿，干得不多吧？头一回啊。那这是怕出了差错，影响前程？那不重要。那就是忠君爱国。这个有句话你知道吗？叫“风什么啊，清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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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”这些人都是我带出的兵，如果有什么差错，最惨的还是他们。有句话叫“刮大风的时候，刮倒的都是一些无名之辈”。风起清平之末。哦，对，对，就这句。这句不是这么用的。